脱一下口罩。面边啊，迄个，我看，面边啊，迄个，迄个是迄个啥？立项，立项，陈立项，我妈妈的朋友，啊，伊之前嘛有来遮，介绍甲买手甲介，我甲介。哦，好。会使吼。啊，请各位兄弟别烦心，咱准备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是水会上耶和华的山，是水会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纯心无怨虚假，咒詛无抗奸鬼的人。请各位兄弟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妇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第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殿，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主伫疫情当中保护阮，互阮在即个时阵，阁有通伫教会组织来敬拜主。阮也感谢主，借着蔡长老的讲道来传达圣经宝贵的道理，
也希望阮会当将这好的道理运用伫阮的生活上，互阮周边的朋友、亲人、同事感受到主爱阮做的谦卑、诚实甲慈爱，互阮将基督的道理甲听传送出去，互更较侪人因为阮好的行为来知捌主的疼，愿意来跟对主。主啊，请你也拍拍阮的软弱，坚固阮的信心。当阮面对困难的时，请互阮合适，毋通埋怨，无快受气。当困难来的时，阮应该用积极的心大力徛起来，感觉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来了。阮知这是主借着这项困难，运用这个机会，要甲咱大家建立更较好的关系。请主互阮有能力，通运用圣经教阮的道理来面对阮所拄着生命中的问题。我相信有主甲咱三角之地，凡事拢通得到头棒，因为阮知主已经赢过这个世间。咱安尼大家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是咱请放纵团契来学乐，因要所演奏的诗歌是拄着试炼灾祸，为你真艰苦。咱感谢放纵团契的演奏演奏。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37节，当节期的尾日，就是上大的日。耶稣徛伫叫讲：若有喙焦的人，就招近我来啉。信我的人，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伊讲安尼是指信伊的人所要受的圣神。迄时袂有赏赐圣神，因为耶稣袂有得到荣光。
圣经读到遮，咱即时请蔡长老来为咱请蔡长老来为咱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活水的人生。请咱大家来祈祷。主上帝，我真感谢你，阮大家当初集伫你的圣殿。今仔日是主你所定的日子，今仔日是阮欢喜的日子。阮的人生要有水，活水的江河，流入到阮每一个人的心，圣神充满阮的安静，阮的心。这就玛利亚拍败伫主的脚前，主你的话语刺插阮的心，完全靠主靠圣神的宽容，与阮家己的熬。将一切荣光归于天然的白上帝，安尼祈祷，用这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你们在平安，请咱甲厝面隔壁讲者平安。咱要讲平安吼，爱较甘愿的哈。真正甲祝福吼，今仔日吼，我看到一个人吼，我本来感觉我这束西装已经真水啊吼，有一个人陪我穿得较缘投，你有发觉到无？迄啥物人啊？明年今仔穿西装陪我较缘投。我足不甘愿的，嘿！今仔咱著看，搁一个人比我较少年，迄叫燕明，穿短袖仔来啦。哎哟，你毋通咧糟蹋这老岁仔人，你想者穿短袖仔来，你敢对？你糟蹋我讲，感谢主，凡事感谢。乌克兰的战争，我当时想心足艰苦的。总是咱今仔看到帮中团，咱遮拍锣拍鼓咧俄罗斯，你敢会讲了无好哦？因练足久的呢。你拢无看一个扑克咧，你毋通则当生啦！真正感谢主，咱用一切荣光归于上帝。咱毋是讲咱修法利赛人讲袂使这袂使这，咱一切拢开感谢上帝。这是一个真水的日子啊！咱的水是像活水的江河，这活水的江河对着北来主耶稣基督北来流出来，咱每一日充满着欢喜，充满着主的永生，充满着主活的生命。然后每一日主的面前，真正会庆出遐活水。主是拢活水的源头啊！咱每一个人看到主，咱知主甲咱讲，伊是活水的江河，要对伊的心来流出嚟的这水啊！主耶稣讲这话是安怎呢？毋是凊彩讲一个尔呢？伊三当我讲道，伊心安怎足迫切的呢？伊足急的呢？所以伫迄个足大的时阵，因咧大边仔坐。迄是以色列三大节日，以色列有七个大节日啦吼。其实讲起来是有三大个7个节日，中间佫有一个三大个节日。最后迄个是大饼仔节啊。上大日最后一日的时阵吼，因咧祭司爱对西罗亚池提水来洗因的清气。这样事的时阵吼，照你讲，最后所叫做做列边应该坐咧讲话吼，咱普通讲较歹听咧，翘骹安尼，围到我的边仔拄听讲道，毋是的。足急的爬起来啊！咱看到主耶稣叫爬起来做啥？主耶稣叫本身呢爬起来啊！然后动作是啥物呢？大声啦！哎哟，你来啉麻水江河？毋是啊，你来啉麻水江河，你莫来啉麻水江河，声是足大声的。咱就是看到主耶稣遐激动呢。搁一个激动时啊，伊要受死以前，去到耶路撒冷，看到人拄仔咧买物件，伊足激动的拍走。主耶稣激动呢，激动做啥动作呢？大声啦，翘起来，大声讲啥？我是活水的江河啦！恁爱来就近我互恁会当得到活水的江河，你庆出活水的水，亲像溪水安尼流。这急的啊！毋知听有无啦？我甲恁讲啦，水伫咱属灵内面，足令人迫切的。咱每一样是足迫切来亲近咱的主。咱看到乌克兰的战争，你无感觉有当时无日要到啊呢？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下早花几礼拜时，咱看到黄某书个3个查某囝来时，我感觉讲上帝真正祝福伫咱。咱到遮个会当伫遮做礼拜。今日我看阮尊尊家召阮做伙来，我嘛足欢喜的。咱3个月伫遮做礼拜，但是因呢？应该会当做礼拜。我太太去了乌克兰，是阮到迄两只高山啊，讲来当在遮做礼拜，毋知要偌好咧。对因来讲，伊无啥物要求咧，应该要求互因一个新的生活就好，要求互因一个安静的生活，要求互因一个和平的生活。
咱伫遮咧做礼拜，咱只只欢喜做礼拜，咱有在遮个计较上帝时间，咱的时间有咧做礼拜无？咱看到迄基辅的边后一个村庄是犹太人的村庄，这基辅总统泽伦斯基吼本身是犹太人，这个村庄内面是犹太人的村庄，有一个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那会点头的人得表示超过50岁啊。所以有当时点头，那点伤紧，人就是看出你年岁几岁啊。好像听到足水的呢。我今太太结婚的时阵，我特别用4个主曲，其中一个主曲是《Summer Sunset》。荣誉结婚会记一遍，咱家族做伙唱歌嘛，唱《Summer Sunset》，足水的一首歌。迄又是暗时吼，我本来要建议郑伟吼，暗时再来。伊4月初到要结婚，我本来要建议暗时吼，阮姑婆都无要答应吼，我无实是暗时来结婚，举拉条，就 Sunrise Sunset， 迄个感足水的。总是因即首，你若较有闲时，你这电影可以看一遍。有一个马里栋吼，一个迄个老伙仔吼，伊迄个摕牛奶吼，要去送牛奶，伫路恁。伊讲阮犹太人有这个传统，你要看阮屋顶山有这个提琴手带下violin，阮的生活过得足安静的。阮的violin都为着要人平衡，迄屋顶拢斜斜的嘛，要为着阮平衡，阮靠是啥物？靠传统 tradition 哦，靠传统哦。阮犹太人足敬阮的传统，阮的传统无甲人计较，无甲人冤家。阮的传统是敢若希望阮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子女拢得到平安尔。总之，传统有拍破无？有啊！红军入侵这个因的村庄了，因嘛被迫离开。这个历史，这个电影若看了，你会看7阵乌克兰就是安尼。嘛是个红军、俄罗斯入侵因，开始甲因赶走。每次看到乌克兰的时阵吼。我有一个带刀王，带因摕祈祷，为人会哭，为人会惊，为人看到家己的囡仔，咱这代已经过啊。我的囡仔咧，我的囡仔要安怎？真落势呢？因规日世内面祈祷的，希望上帝和平降临，为普丁来祈祷，希望上帝。软化他的心，莫为着个人的利益来破坏世界的秩序，带来过一个真平安的生活，带来过一个真和平的生活，这困难小。上帝啊，你伫倒落？做了乌克兰的人，永远伫上帝面前坚强徛在，因为知上帝建三角地带，伊甚至该做汽油弹。拍战车，你讲像我这南北当车，这都无可能的代志，总是因为迄个意志。因为在上帝建三角地带，咱要看，咱看水有啥物意义咧？咱一直咧讲水，一直讲水。我记得上帝创造天和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2节，上帝灵运行啊，水代表啥物？创造的时阵都有水啊，不然世界一面黑暗嘛。掩面黑暗呐！上帝的灵运行在上面上，上帝开始创造咱这个世界。你讲无啦？我都看到恐龙吼，迄足久的啊啦！我都看到迄人类吼，什么人哦，吼，迄偌久拄偌久。我咧讲是咱这个世代，上帝定创造的世代。上帝创造世代，拢讲一句啥话？上帝创造拢是好的，上帝创造每一个拢是好的。你讲乌克兰啊，今咱无关系足远呢？兄弟，你心会疼呢？因为上帝所创造咱的兄弟姊妹呢，乌克兰嘛是咱的兄弟姊妹咧，互糟蹋咧，炮弹弹去。我就看到一个影片，一个查某囡仔规身躯拢总血秘伫哦，个耳朵去到目睭看到，迄个惊呀目睭，你会想讲，啊，若有一日我的孙仔安尼要安怎？有一日若伫台湾，咱要安怎？祈祷上帝，收拾咱和平。咱我着行西咧约翰的时阵出来讲啦，天国君啊，恁来悔改啊！我用水甲恁行西咧，总是伫我后壁来咧，是要用水加火甲恁行西咧。最后说，基督讲恁若要定头是安怎？用水加圣神啊！其实咱毋要详细甲看迄个翻译是水就是圣神，所以咱即个行西咧，甲咱行西咧，圣母遐
在顶礼拜行洗礼，上来用水代表圣事，甲你行洗礼啊。水是属灵上的意义，伊叫做水行洗礼，用甲咱行洗礼，用水甲圣事行洗礼。主耶稣基督，咱讲啊，主耶稣基督毋是无鼓励人啉酒，像我是绝对无啉酒的，因为拿撒尔人、拿撒尼人绝对无啉酒，半滴酒都无啉。撒母耳地拿撒尔人，总是主耶稣基督竟然用水变做酒，伊要防灾，伊来这个世间是要互咱每一个人得到快乐，得到上好的物件。咱普通讲咧宴席的时阵吼，咱嘛是上好的酒，啊，入啊逐个忙安尼，入啊忙了，啊，当咧用较歹的酒出来。结果人讲，我睇咧，婚礼尾啊，即个酒较比较好。这所基督互咱知，伊互咱拢是上好的物件。伊意义就是伊上好的物件。所以个加起来，撒玛利亚妇人人咧讲的时阵，啥物？讲你抢水互我啉，咪讲撒玛利亚妇人讲啊，你咧犹太人头咧，可能你结阮是，你著看无起源，你咧搁甲我讨水。这所基督讲，你若啉我的水吼，永远袂喙焦啦。伊听无？伊咧甲讲，因为你要我靠主耶稣基督活命，我靠你上帝活命，我靠你真实的活命，你才得到我到一世人永远活命。迄是真正活做活命，主耶稣基督受定的十字架。咱讲十字架顶悬，咱搁我在这边教，咱慢慢来讲这个事。这个代志足趣味的哦，两个边仔两个大贼狗，较甲讲互长，因为是安怎，普通吊到十字架，拢爱吊2-3日才死。自然家吊死去。啊！若要较紧死，你甲搬过这边搞，搬过这时阵吼，都袂使人过到遐足歹看，过到是不是足歹看？啊，普通啊死2-3日嘛，较讲互长，讲互长，你知，较若长去了，迄是不是掉人个都会足重的落来了，啊，就念会死。去到耶稣时看讲，耶稣他死去啊！即你讲顶是不是拢2-3日咧？耶稣心碎啊，死去，冰顶甲插伊下面骨，现在记载啥物？老师血甲水，血耶稣保卫洗清咱的罪，耶稣的水代表伊肉体到遮终止，死亡啊到遮终止，总是流出这个水，抑个另外一个属灵意义是啥物？流出活水啊！要流出活水，互咱啉嘛。旧的代志过去死去啊，新的活水开始来啊。咱伫水的中间，咱来知水的意义的一个好个人啊，天气足冷的啊，伊看边仔一个厝因兜足瘦的，啊看大拢皮皮喘，好个人看着讲啊，家己内面冰点讲，家己迄个萝卜讲，哎，你摕我迄个煤炭吼。摕我煤炭，互伊去大烧伊。我看你光啊呢，啊，这仆人就真正扛煤炭去到因兜，讲啊煤炭互你，伊讲，我无甲伊订煤炭啊。啊，讲无啦，阮主人讲要摕你，讲无啊，我无甲伊订啊。一直甲杀啦，拄啊倒一波甲杀啦。啊，杀一波伊毋退，啊隔壁拄好一个官夫看出来，甲讲，我带足冷诶，啊无迄煤炭会使互我无？讲好啊，既然都阮主人讲要送伊，无啊，我送你，啊全摕互伊。伊讲：哎哟，感谢主，我昨日伫祈祷讲足冷的啊，拜托咧，关主啊，我都拢无钱啊，看有人有迄个煤炭互我无？啊，真正主你送煤炭来互我，主要说祈祷嘛安尼呢。伊互你活水无钱的呢，伊要摕2毛1角银互你呢。你讲你我买这煤炭爱偌济钱无呢？白送互你，你敢要接受？你若像迄个隔壁迄个讲无啊，我无订啊，我无爱啊，伊咧接受呢？今日明天来到遮聚会啊，伊若出你礼拜日去趁钱，颠倒骗今日聚会加趁足侪钱诶。总是今日聚会哦，你丢落伫天堂啊，恁老爸伫天堂看到愈欢喜。我甲你讲，迄完全是为着主奉献的，毋是为着钱来咧奉献。为着主迄个流水活足关好，因为主互你有生命，你心内欢喜，你来奉献，你奉献是毋是足自愿来聚会？伫上帝面前，咱每场是足自愿的。咱看到迄聚会，咱拢会感动啊！伊伫上帝面前所有服侍，拢得到感动。我看到一个讲，每一个讲吼，迄一人才讲一音尔呢。迄你来看帮助吼，抑佫较可怜。拄一人一音尔，无像无大琴讲全部我哆来咪发嗦拢会大，讲帮助拢一音，一人讲一音，那加摕2支手嘛2音尔。要唱诗歌，迄2音敢有够？大家做起来啊！
甘心合意啊！祝福咱的是安怎完全的生命啊！咱这教会伫遮聚会，咱开始要推动幸福小组。咱每一个人都是爱怎啦，将每一个小组顾好调，像咱大的教会、小的教会，教会是只有2、3个人奉我名组织，上帝给你三级地底啊！咱的教会要愈来愈坚强，愈来愈三好，愈来愈三听。伫咱主内面的时候，咱用听三级组织做聚会。你讲我头拄安尼，我去徛基安长老拄咧讲开讲的时阵，我两咧讲，啊，咱即教会无牧师，咱即教会无牧师，有一部有啦，你牧师你无算，你来连骨带甲了有引导，我头拄有看到，啊，你后边捡连骨带去甲我讲一下吼，伊讲伊连骨带去也目口捡着，啊，无招我，咱教会每一个人变牧师。你看幸福小组吼，我去看咧分享吼，迄文英姐咧分享，迄带咧破冰哦，我讲哎哟，迄人太遐牛啦！迄有影真正教主任，毋知教了已经出师啊呢，吼吼！迄游戏若我算一点钟，我嘛算会落。吼，我看到迄个回文这拄做见证哦，我在后壁咧想，伊身躯安尼真正。迄若别人吼，可能埋满一世人啊！上帝啊，你若我安尼，你我拄着迄个啊，总是用我袂听着个下文，听讲伊去看着译文啊，两个去日本啊，撞着火灾啊，两个全美大阳台啊，全无下文啦。啊，美大阳台个人在洗澡，毋知休息无？还是安怎？我毋知啦。都反正无下文就对啊啦。总之，感动啊！咱顶礼拜，咱有迄个美女节啊，啊有迄个咱的迄个。文英节啊，佮有，对，因三个做见证。你对到疫情节来做疫情节来做见证，我看足欢喜的，因为我每次看到伊带遐囡仔，看到伊来时阵，我感觉上帝真正有地祝你遐大诶，真细地咱带囡仔来做礼拜。这偌水诶一样代志诶，咱传福音吼是无啥通夸口，这是咱责任嘛。咱到比每一个拢是传到遮。人人该做事，你讲无啦？通到遮是去读私人院，人人该做事，每一个人拢有迄责任来做传福音的工课。犹太人有这责任啦，所以犹太人这时阵，第二时阵包括这拢知嘛吼。犹太人要出来集的时阵，吼啊，着抬迄个音歌，啊，全日问吼，甲摸大因的问啊，天使啦，看到因啊，着搬过去抬遐大囝，搬过这。有重要责任无？有啊。总是用咱看到搬过这个抬死一个人，啥物人？主耶稣基督啊！做迄个搬过这其实吼，那照先去就是搬过这政治才对啦。最后晚餐啦，主耶稣基督是要做迄只羊羔，互恁抬死啦。然后最后晚餐啦。伊甲咱教，伊甲咱洗骹，教你做大诶人爱服侍细啊！咱这内面所有诶人，你毋通感觉我社会地位足悬诶，我资财足济。你感觉你有社会地位，你资财愈济，你会愈服侍细啦。咱每一个必须服侍啊！咱每一个足谦卑伫主诶面前啊！服侍咱是应该啊！咱第二节是啥物？叫七节，现在会使叫做七节，有人叫做五旬节，是安怎？咱收。物件开始咧收割，第一个礼拜到第7个礼拜，7至49日，到最后一日到50日，来叫做五旬节，来庆祝啊，收获好，收成足好。总了看，主要所基督嘛共款，受定死了后，当时伊3日了过我，伫细过我过40日，甲这学生总复习一个，然后10日甲因讲，恁大家准备等待圣神降临。圣是当时降临五旬节啦，五旬节毋是圣是降临，得变五旬节呢？五旬节是本来犹太人都五旬节，圣是降临迄日就是五旬节，完全符合旧约圣经的记载。搁一个上大日啦，即上啥大饼节啦，啥叫大饼节？大饼节就是因为纪念带主要所基督带因到迄个西奈旷野拄流浪的时阵，这个一路咧带因啦，带因。你无即个讲，伊无水的时阵，无水啊！所基督替因准备水，摩西拍石搬水就出来。所以因照即个仪式的时阵，伊就搬过这时阵，因做这个工课。哇，水啊，说是哇水啊！所基督讲，信我的人就是经小说讲，从我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得讲我的活水流出，亲像溪啊，多不多？很多呢。你讲，我倒来流出来，迄是个隐喻诶。
对主耶稣基督，伊会当活水的讲互恁呢？你有体会到无？你有体会到无？主耶稣基督用活水讲互你啉嘛，互你啉，互你身躯充满着圣神的充满，互你充满着快乐。当你当着困难的时候，当你当着艰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活命伫你的心目中，你会感觉平安，你会感觉安慰，你会感觉得到上帝的赐福，彼得对无？你讲彼得是甲因，因为我拢特别，因为伊若做礼拜吼，伊无法度腾起来，我著特别甲看者，因为伊拢会目睭我会小可叫闪着安尼吼。上帝的水对北来流出活水的甘露，流出到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家庭有主耶稣基督徛起来三到地底，这是足水的一项物件呢。亲像伫大饼仔节7日到第8日的时阵，迄祭司哦爱去西罗亚地啊。摕迄落水，摕落水安怎？摕着水用金盘甲倒伫银盘的顶端，互迄个水流出来，表示讲洗清你的罪，互你有得到永远的活水。主耶稣基督嘛，甲咱讲，你若要水时阵啊，对我来啊，我要互恁得到活水的江河啊！我水来找我，来买来食，免钱啊，免银啊。恁只有恁若来看，恁要接受无？这是好的物件，恁要接受无？刚差伫遮尔啦。恁若讲买，啊，著互恁。你讲啊，你著知我卖就好啊，你家己摕来，会莫遐大牌呢？拜托咧。主耶稣基督为你牺牲，你敢我当谦卑来接受啊？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活水的江河，流到你的心中，叫你那水的啦。互你的身躯真真正正，互你的身躯。一世人拢主家己三角地底，这真水的一项事啊！所以咱在主耶稣基督，这不是活水的水泉啊！咱对主耶稣基督来摕，毋免银，毋免银，只要你要接受就好。我讲一遍啊！主耶稣基督要互你活水的江河，你甲隔壁讲，主耶稣基督要互你活水的江河，甲隔壁讲一个，主耶稣基督要互你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基督要活水的江河。咱心中充满啊！咱今日做礼拜人心爱欢喜啊！咱饱饱，咱每一个拢是饱足。主要所求要落活水江河，咱会当着不如意的事无？会啊！凡事交托啊！咱不管你劳苦背当当，你都互主要所基督替你担当啊！你的烦恼无？会啊！总是你咧烦恼的时阵吼，你交托互主要所基督。所以，主要说基督活水的时阵，互你安怎顶头生？咱来记，咱拢有单些看到圣经哦。我咧开始解说顶头生顶头生啊，活水啊，得救，永生啊，再得救啊，无共款意思无？其实讲起来拢是相共款圣经的充满啊。主要是讲，互你活水啊，互你会当得到永生永远的活命，啊，你就是顶头生啦。你的顶头生就是永远的活命，共款意思嘛。啊，你就是会得救啦。咱讲即三个意思啥无共无，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拢是相共款。总是咱免家己拄啊像经学教学嘛，家己解说啊足困难的，逐个安尼。其实圣经无遐困难啊，圣经你爱家己去感受啊。你若顶头生，你新创造的人，规代志用过拢变成新的，新创造的人，主要所基用水甲圣神充满伫你的心嘛。你就是新的人啊！你新的人，你就永远的活命啊！你有永远活命，你就是顶头生啊！你若顶头生啊，你就得救啦。有时主要所要基督要过来时阵，伊会问你看你有得救无？因为你的得救是对来，是对基督放杀家己的性命，替洗清你的罪啊！伊流宝血洗清你的罪，伊然后流出水，赐你活水的江河。主要是个完全拢替你咧接受啊！所以咱已经知旧的人甲新的人安怎，咱穿新的人的衫，咱来叫做新的人，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死。较重要是后壁迄句哈，做伙搁活。像保罗先生讲的啥啦？我死是为基督，我就得到利益啊！叫做说基督当死，你若较重要后壁啦，当死啦。那我死死去准说毋是哦，是旧的人死去，咱即摆一个新的人，那种新的形象，那种就主的生命给咱伫内底，迄就是新的人。因为圣经观念咱免阁讲遮济吼，咱看到平等做即个代志要应验，你有当时甲我讲啊，主要所叫所做啥每件代志，甲规拢完全相共。要献，你若要献祭吼，大祭司去甲检查啥？检查看迄个羊羔吼有瑕疵无？啊，若断骹的吼，袂当做献祭。
啊，照你讲顶是物价吼，拢向讲两骹，是啊，讲两骹较紧死啦。伊过来这边搬过济啊嘛，较甲讲好当互紧死啊。啊，照你讲主要所基督嘛用讲两骹，结果要甲讲啊死去啊。啊，佫毋知真啊假，啊无安甲查看觅咧，啊，拄条圣经符合旧约圣经所讲，即个弥赛亚吼是无下垂羊羔啦。主要所基督无受着讲两骹，规身躯好好来死去的。啊，佮死去个哪？伊死去个毋若流出宝血洗净咱的罪，佮流出活水，会当互咱得着饱，咱得着永生啊！旧约圣经所记载完全一模一样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互咱真正是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基督放撒家己来流出活水的江河，肉体完全过失去啊！总是新的生命、新的活水，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第三项，咱要诚做有进有出的活水啊！你活水毋得讲啊，我有就好啊，好，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活较济咧，活较济咧，好，活较好咧，好，当代志吼，主耶稣基督你活弄活较济啊！种个吼，种个毋免啦，种个家一个尔吼，活较少咧，毋免互伊，弄大部弄活就好，好，我个足济人。主耶稣基督平平拢显示互咱的，只要你较求啊！你毋是看你的，毋是看恁大家逐个咧计较呢。咱看着加利利海对。黑门的山，黑门吼，黑门的山有流出拄好两个湖。其实咱咧讲湖，其实毋是湖，都毋是讲海吼，其实是湖尔啦吼。这是加利利海。你若去以色列就知足水的呢。加利利海有无？学生到遐掠鱼啦，哦，到啊，逐个足好、足离得水的所在。啊，佫有一个所在吼，逐个拢一关闭，落一定去的所在是安怎？沿海、死海，迄水泉流去吼，啊，都无流出去啊。因你跟咧紧张啊呢？迄湖愈来愈细，啥愈来愈细，啊，都拢无出啦，有日无出，啊，慢慢啊，一直蒸发，啊，一直细，啊，所以盐分足重的啊，吼，大足趣味多，油液啊拢浮咧。你是要做迄个家己你爱有进有出的人，你今仔日遐收到，你会去将你这好消息传互别人。咱来参加小组，我传互别人，咱来小组得到宣传，互真侪人听到主耶稣基督好消息，也是要亲像咧死海，我听到就好嘿。好，我听到就好，啊，毋通互别人。啊，亲像咱礼拜日刚来破旧灵咧，我破着我入较济咧，我勇壮就好，啊，我免摕互别人。咱每一个人爱安怎有进有出啊？爱亲像家己伫遐有进有出啊？咱来享受活水源头啊！要怎享受？第一，甲上帝结连啊！你爱困读圣经啊！了解主的旨意啊！你也真正知主的伫你的生命中间，你该三甲结连啊！咱我是为基督死受利益啊！咱要结上帝三甲结连，是完全他通上帝意思啊！第二样咱安怎呢？真重要，爱甲别人建立关系啊！你讲我家己一个好就好啊！小组我毋通参加，参加要创诶，啊，这个我毋捌啊，啊，这无好啊！咱爱甲别人三甲结连，咱有一个新的画面，咱来看这张图吼是。今仔无伫咧咯吼，反正今日无这一对吼老情人吼带17个年轻人去宜兰，其中迄5个人都毋捌听过道理，四星足球队啊，即2个老青年啊，佮加迄个一个囡仔，安尼拄啊20个，我足感动的呢。有人肯牺牲伊家己的时间，肯牺牲家己的金钱，带遮个人伫遐。在这座城市找到自己，因设计出来遐活动吼，我家己感觉自叹不如诶。我无迄个才调，我无迄个能力啊，当然咱设计啊足好诶活动啊，足水诶，为着要得着人啊，毋是讲为着要确定你家己诶事业啊。即对翁仔某吼，带即个人吼，事业未确定啦，未为着因即个人甲买较济货。最需要啥呢？因用因的心，因为着因这人要安怎，真正要互因有基督的生命，因为着咱要加因建立关系，互因知主要所基督听你。感谢主，上帝纪念因，上帝纪念因每一个人手所做的第二项，最后荣耀的人生。主要所基督吼，最主要甲咱讲，这活水江河是安怎呢？这活水江河是要互咱知道信伊的人，会当得到接受到圣神啊，圣神管压伫咱的心啊。真主要所基督圣神灌压伫你的心，但每一个人有圣神的灌压，圣灵会浇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多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患难中，
也要欢欢喜喜的。最后给咱讲啥？因为上帝借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将你上帝听管握在咱的心嘛。咱咧艰苦什么时阵，上帝管握着。咱看到足侪人，当咧艰苦的时阵自暴自弃，上帝对我足好，你对我足好，等伊信主了，伊反而得到快乐。我才艰苦，不要紧，这是我一个试炼。人生这么长，永远的活命遮尔那长，咱伫世间这点呢？你有啥通计较？你有啥物通计较？今日我对一鸣来的时阵，我一直甲讲，因大姐伫要搞啊，因大姐头毛足水，我叫伊去注意去看大姐。恁大姐头毛有水无？有吼，一鸣你问阮大姐头。所以上帝是怎呢？我来看到伊吼，你看来你对侬永远的笑头笑面。你若我佮甲你讲一个，先甲你预告一个，无物件通食，因兜食，因兜楼顶吼，遐足侪物件通食。你无物件，你做你甲我讲，毋免甲我讲，你因兜都通食。所以上帝这对我们伊看伊分享啦。什么叫做活出人生？活出就是分享的人生啦。毋是我家己好就好，我分享给别人，迄才叫做活出的人生啦。你也知影分享，你若家己暗调调好，上帝互我上好。安尼你袂较好，你愈分享愈济，愈分享愈济，你的水愈流愈济，你的水愈流愈济。因为每一个人，咱来学耶稣荣耀款式，耶稣要得到荣耀，上帝耶稣受苦啊！做基督无受苦，都无成全咱的救赎啊！你受传福音会艰苦袂？会哦。我嘛就希望讲，安尼年假我若看到年假，我有当时嘛欢喜。其实我有当时想想哦，我即个人家己嘛爱反省一下。我第当退休的人呢，我退休人，你还薪水交真差不多呢。我退休若加起来做律师佫趁佫较侪钱呢。我佫多只戆戆，多只做工过，佫一个人兼2职。我逐日咧无用啊！恁若要看我的行程表迄秘书甲我排，我来互恁看。我的行程已经排到6月啊，都满满，逐日都是满满。我若出差咱别人去过暝，因为我暗时无阮某，我困袂去除了不得已我拢透早去啊。暗时的车我就去赶倒来，佮去到空的所在。咱受苦袂？总是迄个受苦时，是快乐的受苦啊。我每一日徛大家做伙时，我若特别讲感谢主，恁用我徛伫讲台，我要甲恁说多谢。用我徛伫讲台，甲恁3到分享，我甲恁说多谢，这是足水的一个福分呐。我咧准备一个道理的时阵，我有当时拢甲上帝讲：上帝，我实足含慢的，我毋知准备道理，毋知因听有无？上帝，你赏赐我开力。所以我常常感觉对欧巴我足歹势，因为我传互伊的物件拜4传的，甲拜5传的，甲拜6传的，到礼拜日佮顶改一遍，一直改。上帝，我的感动是啥物？我都一直改，然后到最后礼拜日甲上帝讲教我迄。有当时我4点我会起来改，讲好，毋通改落啊，袂赴啊。所以有当时你看我讲道，今日讲到大家无啥共，请你原谅。上帝，你也无共款来感动啊。咱的受苦袂受苦，这个受苦是快乐的受苦啊。那最后说基督受苦，搁啦有搁活，咱来搁活呢。咱性命还顶头生啊。咱毋通安尼迄个死的性命，永远伫咧咱的顶头生啊。因为咱期待有一日。当审判的时阵，咱就上帝比提到天顶。咱有一日，咱得天堂三角见面。咱有一日要上天。最后说基督是甲咱讲这事啊，互咱会当传福音的时阵，这是咱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啦。互咱的灵得救，因信称义，咱来得到永远活，得到永生啦。因信称义，我们得到永生；魂得救，我们因信成圣。跟主掌权主掌权，迄个阳光啊！咱甲所有一切服侍，伊拄则讲啊足水，思琴啊足好，思会足好，罗种阳光上帝，无个人的搞。咱来讲你思会足好，你讲道足好，咱来记一句：阳光上帝，上帝上好。所有一切拢是阳光的上帝，毋是为着咱家己个人熬啦。咱的体得救是安怎？互咱的。得到迄个未败坏的身体，咱肉体有一种的无义呢。就咱这个叶长老咱陪到迄个所在，住遐3甲做伙，住美女节，因先时住隔壁。我看因暗时拢做伙咧查经啦，你最甲看暗时拢爬起查经，足水的啊！足体休坏，
那有时总是有法嘛，偌高100、120啊，100了个活跳跳，120上帝嘛会甲你调。你要烦恼遐济，总是咱永远我也是袂休的话题，迄是真水真事啊！咱不是拢爱知，伫上帝面前是永远的活水。一个少年人，因爸爸甲讲啊，后生住院呢，啥怎走去病院看？因啥后生倒去病院？妈妈，啊吼，我。啊！你啥在病院啊？我都得着白血病，医生伫边啊。医生啊，啥物叫做白血病？啊，都吼，白血球无好，啊，都爱人捐骨髓互伊啦，捐骨髓。有啦，捐骨髓偌济钱不要紧啊！我田拢卖咧，我厝拢卖啦，偌济钱？讲迄毋是钱啦，迄得爱配对啦。配对就配对啦，无我骨髓互伊，讲无啦。迄配对成功率2万个到一个啦，2万分之一啦。配对才成功，我你要安怎啦？因为讲妈妈免烦恼啦，拄我对面吼一个小姐吼，伊的骨髓给我拄相符。伊若骨髓要捐互我吼，我得得救啦，我得活命，我得永远有迄个活命。伊敢要捐互你？不要紧啊！甲问医生讲，若捐骨髓安怎？袂讲捐骨髓吼，敢咧割韭菜。割韭菜，咱知无？割韭菜，迄个割咧吼，愈生愈济。所以你骨髓捐互人吼，你了嘛是个说干咧捐血，咱捐血了吼，愈来血愈济，听一个尔，会愈济。你不要紧，无咧甲拜托甲医生拖咧见后生就起来爬起来去甲迄个查某囡仔，看到迄个查某囡仔倒伫遐面床面白四散。讲哟，即个太平，阮后生面较歹，阮后生个红哥恰起咧，看即个面太白四散，小姐。哎呦，大娘，什么事？小姐，我甲跪落来，我跟你拜托，医生甲叫起来，讲歹啦，你莫甲跪啦，我跟你拜托，你捐骨髓给我的儿子好不好？小姐甲看看咧，你讲我给你多少钱都没关系，我可以将我家里的财产都变卖，拜托你啦！医生说吼，捐骨髓不会怎么样啦，痛一下就像那个割韭菜，你刮咧吼，过来生较济，不会受到影响啦，拜托你啦，拜托你啦！听说2万个才有1个刚好你有，因后生头边呀，都笑出来，不一个，迄个医生嘛笑咧，不过你是笑啥？说妈妈得到白血病的是他，我是要捐骨髓的。我若跟你讲我要捐骨髓，妈妈你绝对不爱。我是要和你查讲，我捐骨髓给他，我以后嘛是叫勇壮但是会当救伊的性命。伊妈妈讲好啦，安尼和你管啦。无我本来是讲我若袂想跟你讲我要捐骨，我若袂想讲我捐骨髓，你绝对甲我反对的啊。至少说，基督嘛替你捐骨髓呢。替你捐骨髓，你若有为着别人牺牲，就是像捐骨髓，敢若割韭菜，你永远的活命是愈来愈丰盛啦。请咱会记住，咱的活命愈来愈丰盛，是为别人来牺牲，上帝互你个手术更较济活命。今日兄弟姊妹，各位来讲。咱主要所基督手术咱活命的刚好，其实活水的溪沁出来，像活水涌流。我们每一个人要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我们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相互在一起。我们将主耶稣你的爱分享，将你活水的江河源源不绝分享给我们所见所周遭每一个人。都能够主耶稣你的爱，特别在乌克兰，求主你保守他们，赐给他们和平，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有主耶稣的爱，眷顾着他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蔡长老的讲道，愿永远的活水来到咱的生命。这是咱去入来吟圣诗646首。耶稣招我来行天路。
照我也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困苦，求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拯救时刻保护。我的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天主保护。也是伫行平淡路途，无论海面，也是山顶，只想为主名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拯救时刻保护。我的真心做你学生，你是阮亲像保护。我打伸手求耶稣，我行天路主的保护。世间好好路无条条，多出双手牵我手。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拯救时刻保护。我的真心做你学生，你是阮天主保护。求救主常常照顾，诚实信心如天探长。教会卡也是其关系，真是让天主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拯救时刻保护。我的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保护。请坐，这是咱准备心内奉献。念奉献的诗。
谢。这是咱来报告吼，报告进前，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吼，咱做伙来念吼。境外人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境外人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约翰福音第7章第38节，吼。咱即摆来报告吼，即个后礼拜的事工，请事奉的同工，大家咱家己参考周报。消息报告吼，汀州举行的2022年定期好会，接纳去年教会逐个事工的决算吼，接纳今年都预算经常费是245万，全校收入585万，合计830万。同时也选出今年度2位查校委员，就是明珍姐甲林玉英姐妹吼，感谢主，嘛谢谢他们愿意侍奉吼。今日下晡2点到4点吼，伫台北和平篮球馆吼举行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联合庆典礼拜吼，有报名的会友请前往参加。这次中会3月12号吼，伫中仑教会办理普测甲即个校测检查，请小会、中职会书记甲财务人员前往备查。然后呢，即个下主日3月13号，妇女暨即个夫妇团契吼，夫妇团契聚会吼，咱邀请到即个姚崇祥长老吼、姚长老吼见证分享，也邀请兄弟一同来参与吼，谢谢。本周的新安讲咱的进度吼，读经进度咱请家己看。然后咱基地交通吼，咱为着即个第一吼，嘛是为着乌克兰甲俄罗斯两国吼，会使赶紧吼恢复和平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即个欧妈妈嘛吼，甲迄个后长呢吼，即个南仁兄甲进会任祥任君。还有圣良兄慧玲甲即个新城的信用、健康、学业、起居、工作等事项来祈祷。然后以上敢有要补充啥物报告嘛？敢有其他？无吼，OK， 安尼咱即个时阵咱来。林上营第390首，大家请起立。咱请林牧师来甲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较侪密道。是咱来行平安礼。咱随来准备咱的小组。今仔日的圣经真水吼，请咱找一个时间做读一下。约翰福音7章37到39，这30圣经全拢是真水，会当互咱做一个真大的勉励吼。请咱三个来，咱即阵正开始小组，原则上嘛是到12点。12点，咱嘛是会做一个食饭的祈祷，啊，搭要咱若继续要交陪咱交陪吼，因为咱开始要做爱餐的食饭啊吼。12点，原则上到12点。多谢你，真好真好。以后西装袂使穿皮较水。咱拜托大家，咱随来用好势吼来小组。除了分享以外吼，今仔日的圣经约翰福音7章37到39，咱若无圣经的人，咱摕来圣经，咱搁来读一遍，互相三个来思考。你愿意真做有进有出的活水的源头无？活水的泉源。咱小组会当为着主，搁来付出啥物？你免烦恼，你的付出敢若是韭菜吼，敢若挂韭菜咧，愈挂愈济。咱是不是有即种的见证？咱三个来分享吼。来，多谢各位来。来，咱倒下紧拜好势吼！来，咱倒下紧来拜好势来。来，咱倒下紧来拜好势。咱开始来小组吼，咱开始来小组。来，请咱开始来小组的分享吼，因为把握时间，咱剩半点钟尔吼，咱的小组是半点钟尔吼。
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要结束了哈。来。现在除了交杯以外，吼，若有时间从约翰福音7章37到39，咱来读一遍，互咱的心会搁较有无共款解说吼。毋免读足深的吼，毋免讲我这内面的解说偌深，读恁就家己感觉啊吼。
真实的交叉咱的时间吼，时间咧过真紧，已经12点啊。请咱暂停一个三角先来做食饭的祈祷，吼，先来做食饭的祈祷。万会主，我真感谢你，阮三角伫遮做小组，用听三角做一会。我三角来分享做你所想所阮活命的水泉。阮的活命水泉会当分享到每一个人，亲像阮咧挂韭菜，愈挂愈丰盛。主你真正帮助阮真正要来享受你所想所阮的淡薄的食物，总是祝福你纪念，为着这食物咧准备的人。阮用肉体伫遐来享受的时阵，阮心灵三角结合，灵魂体。拢得到上帝你的帮赞，我们临这的代请安尼祈祷，用最后所基督性命来求，阿门。来，我们可以分爱餐了哈。啊，你要开讲，我来看碗场，好不好？冇诶，啊，来看碗场嘿。